最心痛是愛得太遲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個日子，盲目地發奮，忙其實自私，夢中也習慣有壓力要我得志，最可怕是愛需要及時，只差一秒心聲都已變歷史，忘極亦放肆，見我愛見的相知，要抱要問要怎麼也好，偏要推說等下一次。我也覺我體質仿似下降，看了症得到是別要太忙，而影碟都掃光，但從來未看因